中度风台空雷渐渐瓦近，气象署针对着空雷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。这风台的暴风半径有320公里，目前中心伫个鹅銮鼻东南东方海面，暴风圈也当咧接近巴士海峡和台湾东南部海面。专家推测讲，这风台应该会对台东登陆。雨水集中伫个东半部、南部山区甲恒春半岛，这风雨上界大的时阵是31几天。海洋一直拍起伫岸顶，强大坑瑞还未登陆，宜兰的情人湾就已经出现大风大影，坑瑞来甲正凶，海陆警做伙发。根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显示，讲坑瑞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20公里，目前中心伫鹅銮鼻东南东方的海面，向西北刷过去，暴风可当渐渐进入巴士海峡和台湾东南部的近海，有测伊会对台湾各地和澎湖造成威胁。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这段时间，是台风的暴风圈逐渐笼罩台湾地区，登陆还有通过的过程，中心附近将会有破坏性的强风哦，阵风可能会到达12级以上哦。在雨势的部分，北部以及东半部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。气象分析专家嘛，根据历史资料预测，讲坑瑞风台有可能变作9年来第一个暴风半径到300公里登陆的风台。专家评估，照目前各国的路径来看，坑瑞风台登陆台东的几率较悬，刚好影响上大的区域集中伫东半部地区、南部山区和恒春半岛。它是一个范围很大，然后强度很强的台风，降雨可能会是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山区，尤其风是全台湾都会非常的有感。那花东这边看起来会是首当其冲。专家嘛提醒讲，因为坑瑞风台的暴风半径大，影响台湾的时间长，范围嘛大，风雨上剧烈的时阵，暗算会是31几天，民众一定要提前做好风台措施来应用。坑瑞风台特别高啊，中部的农民唔敢大意，早起分林有木瓜农无用在抢收，今朝拢是较紧派工，甲果树固定，避免风伤透，扣一个倒去。烦恼哦，规夜拢未困的哦。有啊，无较紧的再收。风台来就无啥办啊。同款是看天食饭的宜兰三星葱仔农，嘛较紧来抢收和包装。三星农会讲，30葱仔的拍卖均价是424块，含上关价490块，两个拢创今年上关价。因为今年的2次台风啊，都造成三星葱有些危害，现在又遇到台风的情况，所以消费者对于这次的葱价是有预期性的心理，所以价格有提高很多。农业部长陈俊贵下晡嘛新增加行程到宜兰南方澳渔港，视察风台整备的情形。渔港里面的一个准备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包括了这些漂流木可能会造成渔港的一个阻塞。那渔港内的这些缆绳就是细船的缆绳，如果没有系好的时候，也很有可能造成船只的一个碰撞。风台坑瑞对台湾造成威胁，气象署30是启动追风计划，在暴风圈范围13000公尺悬的所在投入探空仪，来帮助预测风台的路径和分析4颗雷亚的结果，譬如讲暴风半径和雨大等等，来摕到关键资料做风台预报和警报的运用，而且把资料分享给各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